你去追夢吧，別想錢的問題，屋企等我頂。呢句話係麥雅致當年對住事業低潮有意放棄嘅丈夫講嘅。幾年後嘅今日，呢個丈夫真係離開咗效力19年嘅 TVB， 而呢一次依然係麥雅致企喺佢身後。張永康44歲，2000年被劉德華公司發掘入行，當時被封劉德華契仔。但係佢嘅星途並唔似呢個稱號咁順風順水，雖然演出過多部電影，但星運一般。直到2006年喺劉德華推薦下加入 TVB， 先至真正開始穩定嘅演藝生涯。入行初期由跑龍套做起，演出不少閒角，直到2016年憑《一屋老友記》奪得飛躍進步男藝員，角色份量先至慢慢加重。代表作包括回到三國嘅范根、一屋老友記嘅寶如、逆天奇案系列嘅 Marco 等。但係要了解張永康呢個人，要先了解佢嘅童年。佢童年時因為父母離異，由嫲嫲一手撫養成人，自小就缺乏家庭嘅愛同溫暖。呢段成長經歷令佢對家庭兩個字有住比一般人更深嘅渴望，而呢份渴望喺2012年得到咗答案。張永康透露，第一次見到麥雅致係喺 TVB 台慶彩排，喺排舞室門外，一個女仔迎面行過，冇化妝都好靚，深深吸引咗佢。佢返去問同學，先知道對方身份，再上網放資料，加咗對方社交賬號，間唔中留意佢嘅動態。而真正令兩人結緣嘅係新城廣播。麥雅致當時成日聽張永康主持嘅節目《新香蕉俱樂部》。有一日節目轉咗時間，佢喺社交媒體問張永康，張永康好快回覆，剛好佢台面有2張投名狀戲飛，順勢約佢一齊睇戲，就咁開始咗。張永康笑言，呢通電話係佢人生轉數最快嘅一次。2012年結婚之後，兩人先後誕下大女張雅喬、二仔張信喬同二仔 Maka， 一家5口樂也融融。張永康曾經感性表示，老婆給咗佢3個小朋友，創造咗一個溫暖嘅家，令佢嘅人生得以完整。夫妻相處唔可能永遠風平浪靜。張永康拍戲期間，有時會將情緒帶返屋企。麥雅致試過因為呢樣一度離家出走數天，等大家冷靜下嚟。佢仲自爆過一段趣事，有次冷戰期間，佢將老公買返嚟嘅一支酒偷偷倒咗，斟水入去。張永康一飲，以為超市啲酒被人換咗，仲跑去同超市經理講，叫佢哋小心啲，驚有其他受害者。呢段趣事喺2025年公開之後，令唔少網民會心微笑，亦睇得出兩人感情入面嘅真實同幽默。2025年11月10日，張永康正式宣布離開效力19年嘅 TVB。佢喺 IG 撰寫長文：19年真係一個唔短嘅日子。拍完最後一個鏡頭，原來眼淚真係會忍唔住流咗出嚟。佢強調與 TVB 關係非常之好，係想返嚟隨時返嚟，並非因為冇發揮而離開。沒有交惡，我是工作到最後一天。佢仲喺長文入面特別感謝劉德華同 TVB 嘅栽培。亦冧妻表示多謝 TVB 讓佢認識到東張女神麥雅致，俾咗佢一個幸福完美嘅家庭。離巢之後，麥雅致一直忙於喺內地直播平台推介商品，發展得有聲有色。剛回復自由身嘅張永康，索性化身跟得老公兼貼身助手，親自落場直播帶貨，仲教網民英文。佢笑言，以前與 TVB 有約，很多產品工作我不方便參與，現在可以大力推介。鏡頭前同太太默契十足，表現徹底大解放。問到日後規劃，張永康坦言冇計劃重新專注電影，亦冇限制喺香港或其他地方工作。我不是很賣埠的那種演員，電影機會實在不算多，所以我還是選電視劇，因為即使不是主角，仍有很多篇幅去演出，都可以好好演戲。離開第一日已經收到不少合作聯絡，但暫時仍由自己處理，未有簽約經理人。由童年缺愛到被劉德華發掘，到 TVB 跑龍套19年，到遇上麥雅致組成5口之家，到今日夫妻檔轉戰直播平台，張永康嘅人生每一步都唔算轟轟烈烈，但係步步踏實。
一個童年冇得到足夠父愛母愛嘅人，用咗20幾年時間，為自己同3個小朋友建立起一個真正溫暖嘅家，或者呢個先係張永康人生入面最大嘅成就。你覺得屋企等我頂呢句話係咪你心目中理想嘅伴侶應該講出嘅說話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。